好啊，大明星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老爸是 KSL 的研发主管吧？我们不要钱，只要他把配方交出来就行。那配方对普通人来说不过是张废纸。说，你们幕后主使是谁？女人只要漂亮就够了，太聪明容易红颜薄命。不要杀我，我会好好配合的。那，如你所见，79号白煞也是个失败品。虽然生存时间有进步，对于阳光的抵抗力也在增强，但是战斗力依然很弱。有这种程度，已经足够了。不行，他们的 DNA 与智能芯片系统的兼容度还有待提高，需要继续试验。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完成 XT 病毒？我还需要一些时间。喂，你是哪位？照片看到了吧？你女儿在我手里，你要敢告诉任何人，就等着收尸吧。我的女儿现在安全吗？只要你乖乖听话，她自然安全。等我电话。喂，喂，喂，这是你派人干的吧？你觉得呢？KSL 精华素，留住你的永恒之美。你真是雨桐啊！你扮成这样，我哪知道你是雨桐啊？你过来，来，你干嘛？过来把我拉上去啊！那你别把我拉下水啊！哎呦，我不拉你，真的？还真的真的。你保证？保证。发誓。我发誓。哎，来，过来吧你！你不是说好不拖我下水的吗？谁让你先把我踢下水的？谁让你先踢我的？谁让你先踢我的？谁让你踢我的？我投降，我投降，我投。过来吧，告诉你个秘密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什么秘密啊？什么变异人啊？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你？你脑子才坏了呢！你坏了！来吧，这屋。我爸出去开会了，你先待在这里，我一会儿来找你啊。好。东西就在里面。请进。说吧，要怎么样才放了我女儿？把 KSL 配方给我。哼，这个我已经按你们的要求准备好了，拿去吧。我还需要一个东西。什么东西 ？XT 病毒。病毒我都是加密的，就算你们抢走，也没有人能看得懂的。当然了，如果要是偷走了就能够用的话，那我们也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了。哦，对了，给你看样东西。
大明星，只要你听话，我们不会真的炸死你的，啊？如果你要是不配合，我让你一辈子也见不到你女儿。好吧，资料我可以给你，但是我要知道背后的买家是谁。你少废话。雨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先别管那么多了，先救嘉玲姐吧。哎，别跑！给我站住！别跑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别拦我，嘉玲姐出事了！你干什么？嘉玲，嘉玲！嘉玲，沐晨，嘉玲，嘉玲，你没事吧？嘉玲，沐晨，我每次遇到危险，你都第一个来救我，为什么还要离开我？先别说了，我们去医院吧，好吗？来，徐叔叔，好，走走。徐教授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两个绑匪劫持了嘉玲，想逼我交出 KSL 的配方。幸亏你们的帮忙，才及时救出了嘉玲。最后那两个绑匪引爆了炸弹，想要跟我们同归于尽。要不是大家都反应及时，今天可能就见不着你们了。我可以作证啊，那两个绑匪绑架了嘉玲姐，还敲诈许叔叔。只可惜啊，要不是没有某人来捣乱，我早就过去救他们了，说不定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。唉，哎，你别走，你说，嘉玲姐出事儿是不是跟变异人有关？你到底想隐瞒什么？从今以后，不准你踏进天星研究所一步。你越这样，就证明你心里有鬼。只有你会走啊，我也会走。哎，爸，你先照顾老姐，我去看看雨桐啊，免得她又惹事儿。好。啊他们都走了。你今天这事儿闹得也太大了。反正所有证据都炸没了，算他们倒霉。还好，没被沐晨发现破绽。是因为他眼里只有我。你还不打算放手吗？当年我们会分手，是因为他怕伤害到我，也是时候让他回到我身边了。嘉玲，你太沉迷于这段感情了，你这样下去会失去理智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累了，我想先休息。好吧，你自己多保重，我先走了。
要得到 XT 病毒，只能另想办法。